搁来看赖清德进前提出讲，2024年的选举是中南海甲北疆的选择，就是中国甲美国的选择。赖清德讲，台湾的总统若会当行入去北疆，安尼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达成了。结果是互郭文泰大甲扣死。郭文泰讲，台湾总统应该带领台湾行向世界。 唔是去选美国的州长，更加唔是去应征着北疆的外佣，是唔通武假失去着国家。最近这个民调三卡都郭文泰拢是排第2名，阁有一份上新的民调，若是郭文泰来配郭台铭，就有机会赢过赖清德。问郭台铭是毋是愿意做郭文泰的副手？郭台铭是快闪无回应。我们是要当台湾的总统。 不是要去选美国的州长，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。讲话火气真粗，郭文泰这摆来面副总统赖清德，但是好像不要弄得好像安尼很失去国格。这么气，就是因为10号赖清德伫咧座谈会讲这段话。我这场的选举就是中南海甲北疆的选择。 郭文泰认为，台湾的总统爱带台湾走向世界，爱好好处理美中关系。伊的话讲到前来，敢若嘛伫咧这摆选举内底，互大家看到郭文泰的风格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面前往南部行，郭文泰高雄拍拍照，小耍参访企业，和里长食饭，佮去庙拜拜，行程是甜满满。根据上新的民调，那日被3位候选人，还有其支持度17趴排名第3，赖清德33.8趴。特别注意的是，郭文泰配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支持度来到35.6趴，即使虽然赢过赖清德，两边嘛敢若仅差1.8百分点。柯郭配比赖清德还高。谢谢，刚回来还搞不清楚。台党行程结束，郭台铭会坐回来到台北，面对敏感的议题无回应。不过南洋整合路途调换，支持郭台铭派中常委12号提案，有意思想要让郭台铭佮出来选。不过落尾连续无过半，支持郭台铭的讲后礼拜佮战，想要看到在野大团结，恐惊佮继续等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